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蘇州媳婦戴戴。這兩天呢，嗓子不舒服，有點咽炎，所以聲音都變了啊。今天一大早呢，我就去代購了。那麼代購了好多東西，結果我還沒有代購完，先把這部分打包，先發快遞。等我還要跑一趟，因為節前嘛，要過春節了，很多粉絲朋友買了要送人啊，自家吃啊都有。那麼東西很多，給大家看一下我今天代購了哪些東西啊。先給大家看一下，這個是八寶飯。八寶飯我每次去買都買不齊啊，今天又沒有買齊，又有部分粉絲朋友要等了。這個因為是阿姨純手工做的，所以它就是特別慢。上面是八寶，然後呢中間呢是豆沙，是鑲在裡面的，外面一層是糯米。它這裡面呢都是真材實料的，原材料呢用的也很好，口感也很好。它是500克上下啊，只多不少。那麼这個八寶飯口感很好的，是你外邊吃不到的純手工的八寶飯。如果喜歡的朋友一定要嘗試一下他家的八寶飯，我已經代購好幾年了。然後這邊呢是杜山珍滷菜啊，杜山珍滷菜我一直講的，他家的滷菜呢是我現蒸真空包裝的。那麼這個裡面啊代購的很多的品種就是麻辣雞，我給它切了半個一只半個一只的。那麼這是燜肉，顏色發生的是燜肉。然後這裡面還有獅子頭，3個一裝的獅子頭。這個粉絲朋友也帶了獅子頭。然後裡面這個是醬肉啊，大家一直問醬肉跟燜肉的區別是什麼？這個也是燜肉。然後這個是醬肉，給大家看一下，這是醬肉，醬肉看到吧？醬肉的顏色是偏淺的，然後口感偏淡一點。燜肉呢，口感是偏鹹一點點，吃麵條是剛好的啊。這個是燻魚，他家的燻魚大家也要嘗試一下，很好吃。然後這裡面還有，這裡面是有油爆蝦，這個粉絲朋友買了1斤的油爆蝦啊，看到吧？油爆蝦，然後還有燻魚，這是燻魚，那常熟羊羔，這是羊羔啊。然後再給大家看一下，今天也帶了好多的蜜餞啊、毛豆笋干呀，然後金筋豆腐干呀，還有這個是香橙的仁和園的麻餅，是最好吃的麻餅。那麼這邊還有純手工制作的白果麻餅，工人椒鹽的，這個是石菇片，然後這個呢是入職的大蒜頭，一包呢是2斤重的。那麼這個今年我倒沒怎麼給大家介紹，這個是萬福興的豬油玫瑰味的糖年糕。那這個是買回去裹在切片，裹雞蛋液，然後炸着吃，很好吃的。然後這邊也是一樣的嘛，珍珠梅呀、金筋豆腐干呀、麻餅啊、石菇片啊，這裡面都有，对吧？還有這個酥酥肉鬆啊，這邊品種太多了啊，什麼休閒楊梅呀、話梅呀等等。這個是我從另外一家帶的楊梅乾啊，這個是我另外帶的楊梅乾，他家的口感也很好吃的，是我現在新發現的啊。所以上一次我用視頻給大家分享的，他家的顆粒很大，不要看它的包裝簡單，口感很好哦，正宗的蘇州的杨梅乾哦。给一位粉絲朋友買了那个茭白蔬菜，那麼他是想要茭白和茨菇，然後還有青菜。那麼這個茭白哦，我剛剛是跑了幾個菜場才給他買到，最終我是在市區的一家菜場裡面，有一個阿姨那邊剛好有這個沒有剝殼的，像這種沒有剝殼的很難買到。那麼現在因為也下市了嘛，因為茭白也貴，所以他們拿貨也少，好不容易買到，因為我答應那個粉絲朋友要給他買，所以我一定會給他買到。然後又買了點茨菇，然後茨菇都很大，看到吧？然後這個青菜矮腳青，他特別想吃，然後給他買了2家的，這個呢顆會大一點，然後呢這個呢顆就小一點，買了2種給他嘗一嘗，然後趕緊給他打包發走。然後現在這個矮腳青呢剛好裝1泡沫箱，我就給他一顆一顆給他擺出來，跟一朵花一樣的，也挺好看的啊。這個有的時候我發這個視頻交朋友一樣的，因為有些朋友啊，他們那個地方就是沒有這種菜，而且他就特別想念，特別想吃這麼一口，那麼我就盡量滿足粉絲朋友的需求啊。大家就互相交朋友，互相信任吧。趕緊我給大家打包好了。這個裡面呢是三南街的朱新年的鮮肉湯圓，他買回來的時候是現包的，是軟的。我給他一早上去買回來給他凍了一下，現在凍硬了就可以了。因為這湯圓嘛，快遞過程中可能會摔裂掉，我就給他找了一個這種放小籠包的這個托盤給他放進去，這樣呢會好一點。讓它這個那個湯會是變形，我就怕快遞的過程中會裂掉。那麼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話，那他家的湯圓是確實是可以代購的，真的很好吃。那麼春節的時候吃湯圓啊，寓意也很好，團團圓圓啊。